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思俊。今次咧就要開箱呢個第一個自己設計嘅主題款陀螺盒啦。咁呢個係根據翻 EVA 嗰款 Crossover CX00去做嘅陀螺盒嚟嘅。咁點解去到而家先至會拍呢個主題款呢？因為一直都整得唔穩定，尤其是顏色方面呢。而最開頭咧，我係用呢一隻0號機嘅位置咧係用咗呢隻黃色嘅。咁如果有上過嚟嘅客人或者聽過我講解咧，都會知道其實我前後差唔多揀咗6、7隻橙色、黃色，跟住紫色都揀咗3隻，紅色有4隻咁樣。跟住咧去到最大嘅問題就係造字啦。咁而家喺呢度見到底部嘅圖案咧，其實已經係第6代㗎啦。咁點解會由第1代出到去第6代咧？原因就係因為極之難做，嗰個難做程度咧就係咁呢度咧，大家一共見到有12個，咁其實就唔止12個做咗係有問題嘅。咁何謂有問題咧？就係可能印出嚟呢度有啲字係炒炒地啦，好似咁樣。咁咧就個個都有唔同程度嘅瑕疵嘅。咁上過嚟買過啲瑕疵品嘅客人就會知道㗎啦。咁起初差唔多成有20個盒係有瑕疵有問題嘅。咁去到我做到而家第6個版本先至會穩定一啲。咁除咗個字體係比較難做之外咧，另外一個難做之處就係顏色上面咧係用咗6隻顏色嘅。咁我普遍大家可能見啲陀螺盒都係3隻4隻啦。咁而家大家數下啦，黑色都已經1隻，跟住封面呢度4隻顏色，跟住底部加埋白色。另外咧，大家可能唔係好為意要攞上手先睇到嘅咧，就係個紅色嘅 logo 咧都係用咗另一隻紅色嘅。咁所以前後一共咧用咗6隻顏色。咁講翻呢個盒咧，咁首先就對應翻唔同駕駛員嘅位置就有相應嘅顏色啦。咁喺出面有啦，入面亦都會有出擊嘅圖案嘅。咁就分開咗3格唔同㗎啦。放陀螺嘅位置咧，3格都係再分咗唔同色啦。另外有個細節就係攞咗塊陀螺板出嚟反轉嘅位置咧，呢度都有啲細細個嘅0、1、2喺度嘅。咁但係咧，依塊板咧都唔容易做，因為去到咁細嘅位置咧，其實印出嚟炒車嘅機會咧都好大嘅。咁既然我拍低條介紹片，就係因為我已經做到可以穩定一啲啦。因為後面嘅位置我已經將個字體盡量放大啦，然後再重新改咗比較接近翻個盒容易啲印刷嘅字體，咁啊變咗如果大家有買開 EVA 嘅模型咧，就會知比較接近翻官方做出嚟嗰種字體同埋圖案㗎啦。咁咧每一套入面咧，除咗012 EVA 嘅圖案之外咧，仲有00、01、02，一共3個嘅。咁呢個就係成套 EVA 聯名款嘅陀螺盒啦。